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今日来研究讨论有关于客家实验白话语文嘅研究。今日題目係馬茶莫比頭前的自動茶，往後一看還有許多還有茶嘅一個題目。同時課文一時一語用客家實驗法，錄音提供本錄音。一共有19篇，提供俾各位鄉親大家來共下來研究客家白話語文嘅應用。大家都知道，一個白話文啊，同一般嘅語文冇乜相同嚇。一個白話文嘅會因字地方也族群嘅不同啊，所以各有不同嘅用法而。一個用法講話，大家記得講啊，一個客家實驗法白話語文，語講嘅順口，聽起來真順耳，同時當有傳統嘅粵味嘅素材啊，所以今日提供一個白話文一時一語讀本大家嚟做個參考。好，一個故事就咁樣。聽講過久以前，在高雄市有一位相當愛慕虛榮嘅婦人家，伊嘅老公嘅事業拄好失敗，將伊嘅名牌口茶。唔係叫茶喎嗬，口茶、防曬全部都俾人撲賣到一個吉昌。債務細昌嘅以後，兩公婆就從頭開始。但係一個婦人家相當嘅想唔開，想到以前都係相當有錢嘅人家。生活也係相當嘅富足，兩下同人家比起來，實在該冇面子來見人，所以有一日啱不頭，一出街一兩人就行到海邊，因海邊上相愛來吃飯，結束伊嘅。感覺到無聊嘅後半生，當伊行到海上邊以後，單人獨馬就一束可能失平，悲傷嘅傷，讓我眼淚過，讓我眼水笑，等一切悲哀傷心嘅事情啊，全部都係浮出在眼前，安尼一直傷心，通常悲傷嘅經久見了目子，最後就像生人呢一樣叫來叫去，就叫到木陰木陽，衰落交尾。當伊衰落交尾以後，突然間就不是一個夢了，這時間就在夢中看到一位蘇拿先蒼嘅個蒼，頭毛絲白嘅老阿伯嘅，佢在伊嘅面前講啊，冇人啊，掠下嘅處境啊，實在係困苦。實在係值得來同情，唔愛來吃飯，堅持愛抵得，凡是吃飯的人啊，就係不應該死來死嘅，就係坊間人所講嘅枉死嘅人係冇辦法來輪迴。朝鮮呢，有一點愛有所抵的咯。
至于比上七家的事业失败，输不了也一种面子的打击的问题啊，实在是不应该，不应该。爱记得咯，用途是又高又大，爱记得，的健康，的身材。的面貌等等也是安好，那有乜嘅可笑可悲伤嘅咯？我在再同講，坊間嘅人大部分都係犯了唔知乜嘅喊多低俗長樂嘅。是愛面子，是愛來同人比，將會搞到暗凄慘。現下嘅情況，假使愛來同人比，又唔比，還有幾多人比個凄慘、個才個比愛呢？就可比是飛行機嘅人。向大下一看，看到地面上是考察的人，這世界世界比嘅人，唔係感覺到佢講用下，是考察的人，向後背再來看，還有幾多人去腳踏查嘅，是調查嘅人，唔係感覺到講啊，威風下，去腳踏查嘅人往後一看，又還有幾多人手腳不全，用爬來行路嘅人用爬來行路嘅人往後一看，也還有幾多本人講呢？一睇佢嘅人才嘅叫話悲傷嘅啊，也為先人有睇講，看那是，嘅手腳好，身體又安健康，身材肌骨嘅面貌也係相當正，哪有乜嘅可悲傷來刺殺的呢？講到嘢嚟。先人就是將先所嘅一血消失不見咧。當這位婦人家在夢中聽嘅，夢中先人嘅指點，往事不得超生，同後面一看一算等等嘅比較，再加上講佢嘅手腳健全，身體健康。身材面貌等等嘅脫離以後，就對夢中歡喜到納想過來，漸漸出走目者，整理好衫褲，含街上下一坐，高高興興嘅貴婦家同老公大細大家來團圓咧。以上一個故事呢，就是講啊，唔好比來比去啦。有時一個世界，有時就愛來比後輩嘅事情；第一個世界，有冇愛來比頭前嘅事情？安尼哈，一個語文語文之中有所不了解嘅地方啊，本文嘅學語注解一共有23枚啊，請大家點網站地圖裏嘅一個注解。來同文章來做比較，談看下先啦嚇。以上感謝大家，謝謝你，再見。神夢暗自寫，有中意請分享，還愛拜託大家，可以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